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约翰福音第22天的共读。今天早上要请王义军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这一天能够从读经开始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能够让我们像小朋友一样，能够单纯的相信，并且能够回到主的家，回到主的身边。也求你开我们的眼目、耳朵和心灵，一起来攻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说的、听的都能得到造就与祝福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阿们，谢谢。我们昨天从约翰福音的第8章看到耶稣他的7个我是当中的第2个，说我是世上的光。第一个是在第6章说我是生命的粮。那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，他要把他的肉、他的血给人喝，就是他的道，才能够让人在他的里面，他也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在耶稣第2个启示他自己是世上的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人对这样的光的反应是接受呢，还是不能接受呢？那有接受的，也有不能接受的。但是我们看到，甚至连已经接受、相信的，后来也变为不能接受的。那我们又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，先请义军长老带我们读8章的31到38节。31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持续遵守我的教导，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会认识真理，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。”他们回答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没做过谁的奴隶。你说你们会得自由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每个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隶。奴隶在家庭里没有稳固的地位，儿子却始终属于家庭。要是上帝的儿子使你们得自由，你们就真的是自由人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可是你们想杀害我，因为不接受我的教导。我讲的是我父亲指示的，而你们是做你们的父亲告诉你们的。”谢谢。那在昨天的8章的后面30节当耶稣启示他是世上的光，在住棚节点燃这些灯火通明的时候，那耶稣说：“当你们举起人子之后，就会知道我是，他就是那自有拥有。”那所以耶稣讲的这些话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他，许多人信了他。所以从31节开始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对那一些听见耶稣的教导，启示是世上的光，信他的犹太人。所以耶稣就对这些信他的人说：“你们若持续遵守我的教导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”那和本说：“若继续遵守我的道。”那原文是这个道，道了也就是话，那就是约翰福音1章1节太初有道。那在现代中译本把它翻译成教导，教导。
那这个道呢，也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，成为我们可以吃喝的话。那但是这个持续遵守，它的意思就是既住在我的话里面，或是停留在我的话里面，好，在那个道的当中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们相信的人，已经信耶稣的人，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的住在耶稣的话，或是停留在耶稣的话，就是不要只有听，然后用完就离开，是要昼夜思想，要不断的去沉浸在耶稣的话中。第一个就是珍视我的门徒，第二个将认识真理，而这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。所以耶稣的门徒呢，从这一节来看，就是要停留在耶稣的话当中，持续遵守主的道。第二个，耶稣的门徒呢，还要能够去，因为沉浸在主耶稣的话，就会认识真理。那这个认识已经约翰福音出现很多次，那我们有提到这个认识就是知道，知道呢就是深刻的经验、深刻的体验。那在圣经当中也会用来形容就是夫妻的这个关系，亲密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跟耶稣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从认识真理，能够吃喝耶稣的血和肉，能够让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而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，是从继续遵守主的道。那当我们住在这个认识真理之后，真理就叫我们得自由，使我们自由。那这个旧的和本是翻成得以自由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得到释放，我们会脱离出来。那像这一段开始呢，我们看到耶稣应该是有人来信耶稣，要做耶稣，立志要做耶稣的门徒，要来耶稣就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，怎么样跟随，就是要听主的话，持续遵守。可是我们接下来看到接下来讨论呢，到后面呢，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，这对象还是同样这一批人，就是这些信耶稣的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产生一个很大的冲突，就是信耶稣的人，他们才刚听完耶稣的道，又再继续听耶稣的教导。可是呢，当耶稣在继续启示真理的时候呢，他们呢却觉得被耶稣冒犯，他们却觉得呢耶稣所说的真理，他们难以消化，不能接受，甚至呢搞到最后就分道扬镳，不欢而散了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心呢，真的是三心二意，变来变去，就在前一秒才信耶稣，后一秒呢又不信耶稣。耶稣他们听了耶稣的话，33节就说：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没有做过人的奴隶，你怎么说我们会得自由，会得释放？所以我们如果现在看这个圣经的翻译，我们就会觉得是我们得自由，很好啊，很棒啊。可是如果看原文的意思，他们就会敏感，知道说他们就不再是被捆绑，被拘禁，不是在被捆锁住。所以他们的问的重点，所以约翰福音的这个写作呢，让我们看到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人的心想完之后，接触完之后，又在做出的回应，那才会让这个话呢更加的立体。那这是约翰福音的特色，就是有问有答。那在这其他福音书当中没有。所以他们听了耶稣的话，认识真理，真理将会使你们得自由。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自由，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别人的奴隶，所以一样他们都认为是从字面上来看。那这什么得自由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虽然他们去到了埃及，在埃及做过奴隶，但是呢，神已经透过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。那他们还甚至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，让他们能够在里面得到这个流奶与蜜的应许。那后来他们又有了自己的王国，那他们虽然曾经灭国还被掳，那但是又归回，那归回已经这个
将近400年的时间。这段时间虽然他们是受到希腊帝国、罗马帝国的统治，但是至少他们没有惨到变成像奴隶一样，我们没有需要得释放。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郑重的告诉你们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。”所以耶稣要启示的真理就是世人都犯了罪，那就是神爱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。那个不至灭亡的灭亡，是因为人在罪中的灭亡。所以昨天的24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对你们说，你们会死在自己的罪中。”第一个是这个罪是单数的，你们若不信我就是那位，就是我就会死在自己的罪中。第二个自己的罪是复数，所以我们不承认第一个自己的罪，世人的有人说原罪，就是全世界人都犯了罪的这个单数的罪，那我们就不能相信耶稣是基督，他就是，那我们就会死在我们各样的罪中，复数各样的罪中。所以犯罪都是罪的奴隶，而奴隶呢在家中。所以显然耶稣在讲到，就是整个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如果继续成为罪的奴仆，在上帝的国度，就算进入迦南美地，就算住在耶路撒冷，就算一天到晚早晚在圣殿当中的敬拜和服侍，在上帝的眼中来看，还是罪的奴仆。如果是罪的奴仆，就是奴隶。奴隶跟儿子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。我们读路加福音15章，就很清楚的、明显的记载，浪子跟这个仆人还是不一样的。儿子虽然犯了错，但是呢，因为是儿子，所以可以戴上父亲的戒指，穿上父亲的袍子，穿上父亲的鞋子，所预备的鞋子。但仆人呢，他就是仆人，是奴隶，身份不同。但36节，若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。所以耶稣在启示的真理就是，我们能够得释放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是因为神的儿子所造成的，神的儿子所带来的。也就是耶稣在讲到他就是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当他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得胜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就不再是死的奴仆哦。所以我们之前有读过罪，还有死，还有魔呢，就是我们一生当中要克服的这3大的这个关卡。我们要怎么样胜过罪，还有我们要怎么样胜过死亡，还有我们怎样胜过这个魔鬼的试探。这是我们人生一生要学习的3大功课。而我们学习不是靠自己学习，而是神已经差耶稣来为我们预备，让我们能够胜过罪，胜过死，胜过这个魔鬼的试探。那这句话呢，如果我们这样消化吸收，我们就会感谢主，赞美主，那我们就会继续跟随耶稣。但是我们继续看到他们的反应呢，却不尽然是这样。那么再请义军长老对不起，我们把37节还有38节刚才漏掉，说神的儿子使你们得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。37节，耶稣说：“我知道你们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”可是耶稣在这里讲出他们的心里面，说：“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”所以这群信耶稣的人当中呢，原来是受到法利赛人文士的影响。那他们曾有一个罪，就是想要陷耶稣于死地，他们想要杀耶稣。那这个在前面第5章，在马可福音第3章，很早就可以看到，这一群人呢，他们心中的议论，那呢没有爱天父的心，就让魔鬼住在他们的心中。那谁最具体呢？要杀耶稣呢？那就是这个犹大。犹大呢，他出卖耶稣，那就是为了钱而实际的行动。但是呢，当犹大拿到钱之后呢，他顿时觉得，他得到这些钱，失去了耶稣，那他又非常的后悔。当他去退钱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动作呢已经成了，所以最后反而他还比他是自己上吊而死。那这个杀耶稣呢，就是变成一个罪人的一个
集合起来的反应，就是他不相信，甚至呢他想要除去耶稣，除掉耶稣。耶稣说，因为心里容不下我的道，就是他们心里面呢不接受主耶稣的教导，这个 logos 的耶稣的话呢没有放在心中。但38节我说的是我在我父那里看见的，你们所做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到的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做2个比喻哦。耶稣在启示真理，他是世上的光，他带来真理要使人得自由，这是出于神。但是这群人呢，他们所做的呢，是他们听到，就他们的父，他们听什么呢？他们听的是后面要说的，听魔鬼的话，变成魔鬼的代言人。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父，所以耶稣说我们还不同，是不同的父亲，我们就不同姓，我们就不同血缘，我们就不同的 DNA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再请义军长老带我们来读39节到47节。第39节，他们回答：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。耶稣说：如果你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一定会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。我只不过告诉你们，我从上帝那里听到的真理，你们却想杀我。亚伯拉罕并没有做过这种事啊！你们是做你们的父亲所做的事。他们回答：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父亲，我们并不是私生子啊。耶稣对他们说：如果上帝真的是你们的父亲，你们一定会爱我，因为我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而我已经在这里了。我不是凭自己来的，而是他差遣我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因为我的话你们听不进去。你们原是魔鬼的儿女，只想随从你们父亲的欲念行事。从起初他就是谋杀者，从不站在真理一边，因为他根本没有真理。他撒谎是出于本性，因为他本是撒谎者，也是一切虚谎的根源。正因为我讲真理，你们就不信我。你们当中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讲真理，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凡是上帝的儿女，必然听上帝的话。你们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所以你们不听。谢谢。那这段话呢，是相当的重要，因为不仅是耶稣启示他是世上的光，那32节说我们还要认识真理，真理使我们得自由。但是现在耶稣在启示教导真理，让人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解决自己心中的疑惑，那最后呢就会错过这样的真理，那像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。或是像尼哥德慕，夜里见耶稣，却是还是回去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，没有来跟随耶稣。那39节，那耶稣说：我的父和你们父不一样。犹太人呢，显然就开始要引起他们辩论的神经，说没有，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那亚伯拉罕呢，是以色列的父。那因为他是雅各的阿公，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雅各开始，亚伯拉罕是雅各的阿公。那亚伯拉罕呢，又在圣经当中，新约当中被称为信心之父，因为他是每个人信心要向亚伯拉罕来学习。也就是说呢，在摩西颁布律法以前的这个600年前，亚伯拉罕就已经真实的信了上帝。那上帝也看见亚伯拉罕的信，就看他为义。那这在创世纪15章，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看他为义哦。那所以亚伯拉罕的可贵之处是在于他没有信心呢，是纯净的。信心呢，不是受
受到这个律法，受到这个文字形塑而成的。那但不是说这些律法不重要因为律法是一个保护，律法呢是一个让人不犯罪的一个用途，让人知道什么是对和错，提醒我们不要走到那个红灯，不要走到那个罪的悬崖，因为犯了罪，那罪就会跟着我们。所以律法只是保护，但犹太人却把这样的律法，这个保护呢，看的就是全部，让他们只活，就是变成一天到晚就是活在悬崖旁边，却没有真正的进入那个迦南美地的蛋黄区它核心哦。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就会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。那是什么事情？那耶稣在这里讲，就是说拿出信心来跟随神，来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，连撒玛利亚的妇人都知道了，很多真以色列人拿但业都知道了。但是呢，这一群人就住在耶路撒冷，或是他们来过节，来到耶路撒冷，但是呢，却还没有办法拿出真实的信心。40节耶稣说，我把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，那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不是他个人说的，是他从神那里所听见。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呢，正像摩西在西乃山上把神听见神的话，那是神写在石板上面，然后摩西呢从西乃山上下来教导人这个摩西的律法，其实都是神摩西在山上禁食40昼夜所听到的。那这样来来回回至少有3次摩西，但是这个真理启示颁布，你们却想要杀我。所以耶稣讲出这一群信耶稣的人与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内心的状态。而亚伯拉罕没有做这样的事，亚伯拉罕当然没有，因为那时候耶稣有没有出现？有认为这个亚伯拉罕和这个撒拉在帐篷有3个人来拜访亚伯兰，然后呢就有3个人负责讲话，那一个人呢就是天父上帝，那旁边2个人呢，那就是圣子圣灵。那但是就有一个这样的画面呢，存留在创世纪的当中。但是亚伯拉罕看到这3个人呢，他就是从帐篷跑出来，匍匐在他们的面前。但亚伯拉罕，你们既然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亚伯拉罕的儿女，你们应该要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信，然后这样的顺服。但是呢，你们却是做另外你们自己父亲的工作，所以耶稣一直要强调，就是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，你们的父是另外一个。那他们就41节，他们就对耶稣说：“我们不是私生子啊。”这个私生子，那的意思就是淫乱从淫乱中所生出来的，那就是说不合法的婚姻。那他们说我们又不是外面偷生的，我们又不是从别人生的，我们是血缘纯正，我们还不是那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血缘不纯正，虽然是这个以色列国，但是后来他们去跟外族通婚之后，被迫跟外族通婚，他们的血缘不纯正的。只有我们现在犹太人是12支派的犹大支派，那还有一些是便雅悯支派，还有一些是西缅支派，至少我们都还保存着这个血缘的纯正，所以我们不是像那些撒玛利亚人一样从淫乱中所生的，我们还只有一个父，就是神了。那耶稣也称赞他们没有错，你们的父就是神，因为在出埃及记第4章，这个第10灾的时候，对法老王的第10灾，那上帝就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所以上帝要来杀法老的长子，埃及人的长子。那在耶利米书31章，就说这个神就是我们的父，所以没有错，从父的角度或是人的角度，人跟神的确是属于
父子的关系，在属灵上面，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女。如果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应当爱我。就是说，你们会知道耶稣跟父的关系，应该就是要看耶稣是我们的长兄，看耶稣是我们的同袍，看耶稣呢是我们亲密的同一个血缘而出的。因为耶稣说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，我不是凭自己来，而是他差我来。所以耶稣在这边很清楚、很明白的启示他自己的身份、他的出身，还有他的教导，还有他的工作，还有他所的使命，那都在这个耶稣跟犹太人对话当中，约翰让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。但43节，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的话？就是耶稣已经在启示真理，显然呢，耶稣一讲再讲，他们还是不明白。为什么不明白？无非是听不进去。为什么听不进去？44节，因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。耶稣说，你们的父是谁呢？就是魔鬼。魔鬼的意思就是说谎，他是说谎人之父啊。所以所有谎话呢，选择谎言的，就是跟从魔鬼；选择真理的，就是跟从天父，跟从神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宁愿随着你们的父魔鬼的欲念而行。”为什么魔鬼的欲念？因为魔鬼就是要窃取神的荣耀。魔鬼呢，就是从创世纪里面，这个是亚当夏娃分辨不清，然后破坏神所造的世界，破坏神的吞吃神儿女的生命。魔鬼的目的呢，就是让亚当夏娃不能够得着永生。他们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，眼睛明亮了却死，以为听到的是真理，自以为眼睛明亮，结果呢是瞎眼。那在下一章就讲到这个瞎眼的问题，自己却陷入在黑暗当中，看不到那个光。所以当真光来到世界，那魔鬼的儿女呢看不到光，但是呢神的儿女呢才能够因为真理得自由，从那个黑暗当中、眼瞎当中得释放，再次看到光。魔鬼是说谎，是出于自己的本性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，也是说谎者之父。那这句话呢，请我们都要好好的记在心里面。这样的真理，当我们放在心里面，就帮助我们保护我们。可是呢，现在呢，这些话呢，对这些听众犹太人听进去之后呢，哇，引起他们惹怒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身份，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是纯正的血统。现在说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还说我们的父呢是魔鬼。这下呢，真的是让他们听了这个火都上来了。45节正因为我讲真理，你们就不信我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凡是上帝的儿女，必听上帝的话。你们你们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所以你们不听啊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。那耶稣用这样的结论来倒推，所以我们的是不是神的儿女还是属于魔鬼的儿女，就要看我们的行为不是只有看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心里信，口里不承认，这样是不够的。那我们心里信，口里承认，可是我们却不行道，那也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有没有活出真理真理要把它活出来，才能够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如果我们只有听见真理却不行，活不出真理，我们还不足以成为神的儿女。因为魔鬼一直要把我们收编，魔鬼一直要把我们纳进在他的底下，让我们成为魔鬼的儿女，我们就变成魔鬼是我们的父亲。唯有耶稣来才能够救我们脱离这样子的辖制。那今天的金句31到32节，
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你们若持续遵守我的教导，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会认识真理，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。那盼望我们继续的停留在耶稣的话，住在耶稣的话，不要听完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然后呢就是抛在脑后，忘得一干二净。那我们看见真理使人得自由，谎话使人不自由，甚至被辖制、被捆绑。那耶稣他启示的真理就是人有罪，是人犯了罪，我们必须要脱离这些的谎话、谎言。但罪人呢，如果缺乏了悔改，他不仅更困惑，甚至呢更不自由。所以我们看到明天第8章的最后面，同样这一群的听众，他们是信耶稣的，可是最后他们的反应是拿石头要打耶稣就是要耶稣死，那真的要把他们心中的魔鬼召唤出来。今天我们追求哪一种自由，或是说今天我们受什么样的辖制呢？我们要追求的言论自由，是我们说话不自由，还是我们要追求财务自由，是我们受到财务的辖制，还是我们要追求是身份的自由？好，那耶稣在启示他自己的身份，但是人却看不清楚，不尊重他的身份，甚至呢污蔑他、轻看他，还要杀他。而这些的自由对我们来讲，哪样的自由是最重要的？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耶稣的门徒？是不是真的愿意做神的儿女，明白我们在世上的身份呢？那今天的祈祷就是求主的话光照我们，能够把魔鬼的谎言都驱散。当光照进来的时候呢，黑暗就离开；当真理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，谎话它就会离开。那这虽然不是1秒钟或是2秒钟就可以完成，但是耶稣已经告诉我们秘诀：若继续遵守我的道，就是停留在耶稣的话，人生将会重获自由，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因为有真理从我们生命涌流出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透过耶稣宝贵的教导，他来将魔鬼的作为显明，就如同约伯，没有人告诉他魔鬼躲在什么地方的时候，约伯的一生要受多少的委屈，要活在多么痛苦悲惨的世界当中。但神的儿子来将魔鬼显明，好叫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仇敌要怎么样来克服，怎么样来对付。也感谢主耶稣，你在十字架上将魔鬼所有的控告、所有的谎言都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些控告我们的罪句，这些控告我们的凶恶的话、凶狠的话，已经不能够再伤害我们，也不能够再影响我们，因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，我们都是住在耶稣基督的肉的里面，我们是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魔鬼已经不能够再捆绑我们、拘禁我们。主啊，感谢你让我们认识真理、明白真理，还能够活出真理，使我们得释放，叫那瞎眼的看见、瘸腿的行走，叫那受拘禁的能够得到自由。这是神你要给我们的祝福，给我们的礼物。今天也是主日，是敬拜神的安息日，也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你，而不是用表面，而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感谢你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、祷告、恳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谢谢义军长老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谢谢牧师，谢谢牧师，谢谢牧师，平安。